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晡日老乡亲朋友来讲，都新竹九站头了只地方吼。电视机前面个乡亲朋友可能有当到乡亲朋友会讲，哎呦，个地方我冻熟啊，啊就当到乡亲朋友会讲，哦，我冇去过，唔过我有谈过吼。大家听错咗地图了只地方呢，有只文化协会佢都做当到个事情，做咧帮汉校多个人来认识了只地方，了解汉校多个事情。今晡日你强容咧系绕墙道了只协会个历史中咧度了现场哦，大家来分享几号，其实你九站头文化协会个历史中介分享。大家好，我係伍介。好，按简单是少改的嘛。有上音介紹簡單啲。一開始咧，繞牆道歷史中來到節目地圖，大家來講，九站頭文化協會個時間，我是想講，歷史中介，我說喲。有張名吼，一般你都客家好少談到哦，看到歷史中本人的時間，有嚇到，想講按後生，這麼年輕，是走歷史中，為什麼這麼年輕？其實你講咧東廠嘅故事，你故事其實有20人年做得來講，因為其實點解東勢時節，差唔多嗌5歲6歲時節，我是開始參加一個協會嘅發動。最主要係因為我爸爸佢就動書社嘅協會嘅成員，而且呢個協會啊，有一個動特別一個規定，是講你基本上參加呢個協會，一定要以家庭為單位。為什麼？因為嗰陣時節其實兩種民間運動盛行的時節啦，又動到誒社會嘅家庭問題，就是爸爸去參加社會運動，但是家裡的人都唔地給他爸爸造新條出去，按不然就進來，到底係點做嘛嘅？係唔地就係弄埋做嘛嘅？係，動衝下邊有家庭糾紛，可是呢個協會啊，又不希望所有的會員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就講你基本上來一定要參加人。強下突然來，強下參加呢個發動，所以我也該時節開始參加呀協會。好有意思，當有意思哦！鄉親朋友，九站頭文化協會其實都是993年是成立度了下嘛，其實20人年是從歷史中講嘅吼，我係去吳姐吼誤解，當後生嘅歷史中，佢講哇，我參加了發動20人年咧。都有意思，所以你一般來講，第二代第二二代，其實你係九站頭文化協會嘅第二代，做啲講係你係你繼續來傳承呢隻協會，錯冇？一般來講啊，當到鄉親我來講，協會嗌啲啊，來位有隻協會，來位有隻文化協會。不過你們協會很時髦誒，都流行誒，20人年前是規定，為了參加發同嘅時間一定要全家一起。都該東西的觀念就已經背鬆改時髦東西行嘞，所以那是一個感覺上是一個社區的事情，是一個大家庭的事情。哦，那個時候是安陽年嘞。不過發展到離下，你覺得該下嘅協會，到離下嘅協會有什麼冇強容？其實咧也係我後來會進入協會，其實我哋參加協會開始認識當地嘅朋友，然後亦都附近嘅街坊鄰居啊非常熟，該感情係非常好嘅，該些盤東都發通，歡大家來參加，然後大家也就會懂了解菜田文化係乜嘅。可是按當然過去以後啊，當初嘅安陽協會嘅核心成員啊，其實係我爸、我嫂、我阿爸呢啲嘅，開始年紀好大咧。其實有時間冇按到心力做得砸過來，讓大家協會做得持續的運作下去。嗰時間嗰時候起到動打慫是係，過去大家協會其實為這個社區啊走了動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未來10年、20年之後，冇人走在家人來走，那就事情的時間，其實係一隻動打慫的部分。所以嗰時間開始想講。剛剛用過來想辦法，讓過去的走得延續到以後，甚至我也是小朋友，我現在就有小朋友了，剛出生的女兒，她未來也可以去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社區的活力。對哈，因為可能鄉親朋友談吳姐安講嘅事情，會講，那九站頭到底做埋事情。其實我們簡單講一下好咧，佢九站頭度20人年開始新列些度社區地度些希望講做得要當多嘅發通啦，其實是凝聚社區地度嘅應該力量。好，我們像一個大家庭，然後大家凝聚其中強下，咁但係安樣人盤了當多嘅發通，你來認識理解東西，我咪來認識你，好，我們彼此交流，然後不很好都感應來認識信州。
九斩头了海提风。你好简单来讲明，你是客家种改文法，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对，所以了下斗唔改安样，还是继续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杜了片有在古时候，我想要跟乡亲朋友在分享哦，这是我以前唔地改，就听说你改用是爸爸阿叔改婆改，你心里了在下飞，好像跟三轮车的故事有关，是这样吗？嘿，冇错。因为嗰陣時咧，我開始做了協會啊，主要是係基調上嘅嗰些解嚴。其實應該說戒嚴時期對於在地的文化或者母語這部分啊，它會有比較多的限制。所以在地人研究覺得，過去基調所學習、所認知覺得重要的東西，但是到現在竟然沒有人知道，所以基調開始做所謂的九山頭月刊，然後開始找當地有興趣的人，然後來做。那做九山頭月刊，基調就有收集所謂的老相片，也希望可以把過去舊的故事可以去展出來。那就很有意思，他就發現了一張老照片，是那時候民國50幾年在九山頭辦第一屆這個三輪車的競速，有點像競速大賽，就是一些小朋友，然後大家騎着那小小的三輪車，然後開始要比賽。然後其實發現啊，有來參加了協會的大部分呢，安種嘅成員對這社區有熱情的成員，其實當初都在民國50幾年那時間就有參加這個自行車的這個大賽，所以基調都覺得說啊，這個就是基調心裡的一個種子，當初就是參與這樣的活動，讓自己覺得說啊，自己非常喜歡自己的家鄉，希望可以幫自己家鄉做什麼。我覺得都有意思的是，你底下大白了被講，我們要愛我們的土地，我們要理解家鄉，理解種頭。可是其實有時候我們覺得很慚愧，因為聽吳姐這樣講，剛才看到這種三輪車比賽的照片，我們就知道20幾年前你爸爸該陪他們就已經這麼愛自己的社區，那個時候心中對那個是有責任感的。更何況是現在的我們，該用西基調就已經有那樣的態度了。可是我們可能把那件事情想簡單了，我們就覺得啊也沒有怎麼樣。可是那樣的熱情很不容易耶，對不對？你要把大家集合起來，然後該從也上領彩，然後攀比賽，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心情？你要去弄這樣的活動。我們現在又開始都家裡滑手機啊，上網啊，對不對？外面社會發生什麼事情，讓又馬改灌黑，對不對？我根本無感，對。可是那個時候就覺得我們要凝聚那樣的力量，那更別提現在。你講到月刊吼，我哋一篇有幾種挑白九斬挑改月刊，這就是月刊看起來好舊了，對不對？挑白留下來改。也長到有20多年嘞，20多年。而且這個月刊鄉親朋友大家看到哈，大家誰挑白動傳統改月刊改模式，因為現在不會有了，為什麼？大家看手機時候咧，看電視時候咧，馬上還看安樣改文字。不過這以前是你的課後讀物，對不對？好棒哦！所以你回去還看這樣的東西。其實我唔係當上網圖書嘅，好像係非常好看嘅過去的故事啊，過去的文章，其實應該非常好看的這個東西。其實安樣改，你講課後讀物啦，動豆啊，就挑白大家會讀別的課後的讀物，這個是九斬挑特別改讀物，而且當然這東西地讀又動豆對你又讓鄉改故事。那其實好多，你青菜你隨便講一紮，青菜講一紮，從兩隻又講到，比如講兩鄉親朋友聽說動手。這個連挑白爸爸媽媽沒動好頭，對不對？正講天文，正講天文。你要看電視界，客家鄉親，你冇講英地了哦。來相信你要看電視界，鄉親朋友就講你愛地啊。這個是你講老一輩偷嘅東西，該東西有偷到。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應該係講你當好教，因為其實你係從主持人喺先講嘅，可能從阿公。阿婆，佢哋寫是隻圖書嘅，是隻一天來讀嘅一本書，三到正講天文。可是到印度兩篇來也是這啦，印度其實對於那種傳統嘅那種文學，並沒有很多嘅攝入。比如說從印度學教嘅可能是《三字經》，教嘅是《論語》，教嘅是《孟子》。但是教嘅是在印度協會時去到啊，兩件事情其實都神奇，而且正講天文，佢係做這種黑。培養出來嘅，所以嗰陣時在印度協會是辦一個唱詩班，
这个唱诗班就是 Andos 特别选啊整公天文来talk，然后大家都是一些跟我年纪那时候大概小学生的这个小朋友，大家就开始朗读这个，所以多俩哈。刚汉走养春地宝耶，汉走的方音，应该要考行现场来，不用太长，我怕等一下你突然就是念不出来，你念念看。我简单讲，整公天文，回忆顿顿，既然整公斗见斗温，讲见与感古，古古不新见，嘿，其实大家都系以前的俩。读诗班，乡亲朋友总上鼓励一下。哎，咱冇前台讲，哎，冇前台讲哦。伊乡亲朋友看到唔改啊，同大家知道都有意思。还有嘛个精彩的故事聊哈，等下你长来分享。今日当方言安尼绕墙都系九站体文化协会嘅理事长5届吼，不过了团呢，你10个咧绕墙人个来宾吼，非常嘅后生又非常嘅强吼，佢系安尼讲虎毛金刚嘅设计师怡君，欢迎。你好，大家好，我是虎毛金工的设计师陈怡君，欢迎怡君哈。怡君跟吴介认识很久了吗？去年从去年开始哦，所以算新朋友，是没看做蛮开的，不熟这样子。哎，大家会知道吧？上团节目你让小改的系九站体育界文化协会，为什么这一段会有一个这么年轻有暗将改什么臭豆俩片呢？哎，这跟文化这个跟协会很有关系哦，都有关系。讲一下哦，因为 Andos 协会啊，其实长豆从2年前就该做一家转型，因为 Andos 发现其实俩哈采体啊工作机会越来越少，那包含一些有上音或者一些产业都摸盘盘继续发展下去，所以 Andos 后来社区从当初纯粹文化推广，开始走入了社区产业。Andos 希望在一啲采体，先导入特色的部分，变成是服务或者是商品。那除了可以去吸引更多人进来之外 ，Andos 也可以去促进在地的就业。对，所以虎茂精工、福某精工，俩是 Andos 的采体的俩文化所生出来一个品牌。好有趣哈！我觉得因为俩家协会前面公告了嘛，20年了，从3轮车比赛开始，对呀，这中间经历了非常多，我们连月刊都还没有介绍完，对不对？好，这里面又动改故事。不过之前吴介讲呢，现在年轻人的加入，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嘛，对不对？发展到现在，我们要提升在地特色，对不对？所以怡君就出现了，哦，很有意思哎，现场有很多是你带来的作品，是。那都是出自您的设计吗？对，很会耶！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哈，真的好棒！而且现场有很多作品，都有看到的，有剪辑，有拍脸，有修宽，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设计、自己亲手打造制作的，是算是每一个都算是独立的，甚至是可以客制化的。对对对，哦，那但是名字很有趣哎。虎茂，对，虎茂，我讲一下嘛，又嘛改特色，好可爱的名字。对，其实我们内湾算是客家庄。那虽然说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来到内湾，那我才了解到他这边的历史。那其实早期客家人的长辈，他们很喜欢就是让小朋友戴银饰。那尤其是小朋友当他满周岁要抓周的时候，他会让小朋友戴上一顶老虎的帽子，很可爱。那个帽子很可爱，动等一下，对。然后对，那老人家其实他们在客家人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会把除了戴这顶虎帽之外，会请就是那个在地的老师傅去敲打一片银片，那银片上面可能会刻上一些吉祥的图腾，对，然后把它缝在虎帽上，那也是一个给予小朋友的祝福。对对对。吴介说刚有小 baby 嘛，对，刚小女孩，对不对？快满月。快满月，请问有用一个银饰吗？准备啊，准备啊，你看立刻考试有没有？哇，自己是理事长，又我什么老师会去准备一个，像请老师傅去做一个影片。那到时候也就是请怡君来帮我们做这个。对对，不是老师傅。那会去戴虎帽吗？会，这个一定会哦。其實呢，客家人他係要抓周的兩家習俗，所以像呢服務也辦是抓周的時間。可是現在抓周可以弄得很時尚，很多元哦，跟以前不一樣了，對不對？很有趣，那太棒了。所以這也是這個名字
的由来，然后当时创立这个金宫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对虎帽，所以你自己也很喜欢。对，我很喜欢，觉得很有趣啦，对啊，这也是你跟信州女湾九展条这边的渊源之一吗？对，当时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最早，因为我是台北人，其实你扑哧一笑是因为什么特别的故事？对，被介哥骗来的这样子。对，就是其实我是台北人，那当初是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出了点差错，忘记设定地区了，那找到了点差错，忘记设定地，对，然后就是发现了这个职缺，那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包含在介哥的一些陈述啊，关于这整个协会，然后还有整个品牌的架构跟历史，我都非常有兴趣，那就决定说好，那就到新竹去看看。那一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真的，哎，那很有特色哎，对不对？又有山又有水的，那你本身自己过去就是在这一块的专业努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吗？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我是读设计的，产品设计。那当初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触到一些就是基本的，那觉得非常的有兴趣。那毕业之后就持续有在做学习，这样子。太棒了哈！所以其实就像吴姐讲的，九站头其实活动很多，我们今天好像活动讲不完，对不对？好多活动，应该可以再排一集。因为其实有好多活动，其实我今天很想去讲这个月刊的一些传统故事跟大家分享，不过没关系。双团节目，你有没有读这个嘛？哈，你讲200个习时的这个整宫天文。现在这一段你少改填充案都改产品之外，是不是怡君也带来一段小小的示范，然后证明给大家看，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纯手工制作这样子？好的，没问题。所以你要现在就帮我们做简单示范，对不对？好的，那我这边的话就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对。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个，它是999的纯银线。那我们一般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这种手工银饰大多都会使用999的纯银。第一是它的质地比较柔软，比较好操作。那再来就是它的可塑性也比较强，光泽会比较银白。对，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预备的材料银线。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真的很专业哈，请继续。好，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先做过一些操作，有帮它经过一个退火的动作，让它变得比较柔软。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的敲字的部分。对，敲字，所以意思就是说可以客制化。哇哦，所以上面可以写一些你任何喜欢的文字。对，好，那我先来做一下敲字的示范。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钢印，那钢印其实它就是利用它下面已经有就是原本刻在上面的印子，那我们用敲击的方式让它刻印在我们的银线上。那你现在那个钢线上面那是什么字？现在这个是 T， 对，就是我们的英文名字 Tiger Head。对，好，那我现在开始喽。好。那所以吴姐，你看怡君做这么多这个，你自己有拥有他的作品吗？就是有包含那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婚戒，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婚戒，然后后来也是那怡君教我们，然后自己再去做一个自己的婚戒，然后上面刻字，因为其实现场有很多作品，我刚才看到怡君带了一个作品地图，有一个手环，我想说，哎呦，上面有一排英文字啊，当天下呢。Nothing is impossible。我想说，没有事情是不可能。我想说，怎么那么励志？然后对，戴这个手环很有正面的能量，带一些正能量出来。所以其实很有趣，就变成说你喜欢什么就自己去做。对，然后感觉好了。对，所以上面就已经有我们的品牌名字了。所以是就是虎帽 Tiger Head 已经打在上面。对，已经敲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做因为我们这次要示范的是莫比乌斯戒部分，它中间有一个扭结的造型，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它扭结的部分。对，那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工具叫做戒指夹棒，那它就是利用很简单的物理原理把它夹住，那我们两边夹住之后就可以来做扭转。我觉得怡君很会教他不是跟你说我教，他说这是物理原理。对，专业老师对老师说，这是一个棒子，我要把它做成扭转。说我跟你讲，我利用它的是物理原理，那个专业度马上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怡君这样做，其实特别跟用心朋友都会少改。如果去九站头文化协会也有这种
活动吗？也走一家走，走得几家走。N6量海化使用 ION 体验课程，所以的长度大概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然后你走在线上N6做实践，然后带人也朋友也太太来聊片，自己动手做。好棒哦！1个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带回2个人的对戒回去，当天就可以带走。是。已经好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扭转的部分。那扭的时候，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它就是把它夹固定之后，直接扭转180度。所以如果今天我去9站头，我要做这个，你也是一样这样教学过程，我就亲自操作，是不是？对。难怪讲解那么仔细。好，请继续一个步骤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结的部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扭结。对，一个扭结的部分，那我们就把它拆下来。是。拆下来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莫比乌斯结的部分。是对。那结做好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做塑形的部分，要把它弯成圆形。在弯折的过程中，我们会使用到这个东西，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刻度，真的。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帮客人去做测量它的戒码，那这个就是客人的戒码，完全不用担心太大或太小，就是刚刚好。对，就是你的戒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上面进行塑形。那因为经过退火之后，我们的银线会非常的柔软，那我们直接塑形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手就可以推得动了。哇，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对不对？可是然后又动又意思。好，那你提到心中女版做啲搞嘅东西按到9站头做啲延续的东西按到，它又一个做得紧致大专业。而且给大家做的缝线就按到纯金工，纯金工的缝线是古早人家师傅。用最简单的火枪，我喜欢这句话。对，然后这就是古早的师傅。对，就是这个技术，我们就是教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对，这也是为什么如此珍贵的原因哈。特白真的又动到你，真的就是纯手工，按用音走出了一个东西。对，没错。所以其实去那边除了做戒指，也可以做其他的产品嘛，都有哦。所以更复杂的也可以现场 DIY， 都可以。哇哦，那现场也应该不是只有怡君一个人教吧？我们还有其他的，也是设计师的工作同仁。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只有怡君一个人？他应该会投诉我，投诉你。所以其实现在这样子很有意思哎，因为等于是台大喜改世界会对这个东西特别珍惜。该 K6还有一张想要透过两起走的部分，所以让大家停留更久。因为如果你某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参与的话，你可能就是来30分钟、40分钟。我跟你讲，你要哈改扣记把台改烟台，一半现在的人都好没耐心。真的是这样子，你系讲起到改片，摸马改好翁，摸马改好搞摸马改好翁改时间很快就没有兴趣了。对，那我觉得是像你讲的，台大起到改片。停留的时间更久，而且做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互动，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耐心的培养，对不对？好，下次要到最后再盖头。对，我们要来进行焊接的部分了。是，我们刚刚经过塑形之后，它现在已经呈现一个圆形的状态，但是它现在还歪扭，但正常的。我们待会焊接完之后会再去调整它的形状。那我们就把它夹固定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焊接了。那焊接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到这样的手持式的火枪。那其实它算是比较现代的工具啦。早期他们会用鼓风炉，但是因为我们给客人的安全的部分，对安全部分，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比较好操作的火枪。那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开启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火焰。对，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始烧制我们的戒指的部分。我觉得怡君讲起来一点带，其实我还蛮紧张的。我觉得我好像自己提的九展票两大提缝，自己 DIY。我觉得到了焊接跟这个部分，我觉得我那个顶级可能会被我毁坏。我觉得最后会失败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我们的焊药已经开始要融化了，然后它就会融进我们的缝隙里面，帮我们把整个缝隙填满。我觉得这画面看起来很专业耶！我觉得怡君你真的是今天带来非常好的示范，而且老实说啊，有培养一点点我们的自信心啦。对，其实真的很容易啦，我们都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带你们去做，包含焊接，我们都会在旁边这样子盯着你做，很好，很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焊接的动作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戒指做冷却。那冷却的时候，其实就是直接把它泡进水杯里面。对，那银的导热性非常好，所以基本上只要一碰过水，它就完全冷却了，就是大概这样子。
好关键的时刻。对，但是因为客人会被吓到这样子，我们就一泡进水然后死，然后客人就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拿下来，我们简单做一下擦干之后，手就可以直接做触碰了，它已经是完全冷却了。哇，对，那我们接缝的地方就已经把它完全焊接起来了。对，好，这个你上一段我们有来宾掌声鼓励，这一段也是来宾掌声鼓励。所以其实就是完成了，对，然后基本上其实简单的在做塑形跟抛光之后，它就已经完成一个戒指的雏形了。对，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把它整个敲圆就可以了。因为刚刚不圆嘛，我们就一样把它放回到这个接棒上去做把它敲圆的处理。好，在这个太棒了哈，其实就算完成了。对，这样子其实就算完成了。哇，好好玩哦！所以乡亲朋友哦，係講呢期度9站睇好改片，康聊聊嘅時間，喺做啲做咗緊急大轉移哦。好，下一段節目還有當到嘅故事，然後鄉親朋友再歡迎同你聊下，等下陣陣來。今日你係來上屆慶祝9站體育文化協會哦，哇，真的是。想象已經跟我以前想象不一樣了哈。體育排你下家其實真係有訪問過9站體育文化協會，那個時候就會覺得，哇，有我們的老前輩，在推展這個彩體感文化。可是今天坐在這邊，一樣是少改慶祝9站體育，但是卻做得帥哥美女，好年輕，對不對？上段節目特別介紹了。虎帽精工好好玩哦，而且現場這些作品，像項鏈這些都好漂亮哦。對，而且客人都很喜歡哦。對，有沒有客人買回去之後，然後有給你很好的回饋？有啊，我們常常有時候甚至會收到，像我們之前有個客人，他是，因為我們都有提供免費的拋光服務，那有客人他就是說，他不方便過來寄回來給我們，那寄回來的盒子裡面都會附上一些很貼心的小紙條啊，說很謝謝我們的服務啊，然後很喜歡我們這邊有機會一定會再來玩，都寄這麼遠回去叫別人拋光，服務一定要謝謝你。多久要拋光一次？一般來說，其實看個人佩戴習慣。對，那一般來說的話，我們日常的保養用擦銀布去做保養就可以了。除非是說你有比較嚴重的氧化或者比較長的時間沒有佩戴，它變成有點泛黃泛黑的時候，才會需要到回來重新拋這樣子。對，那大概也不一定看個人習慣，有的時候1、2個月到2、3年都有可能。對。哇，1、2個月時間很短呢。對，就是保養，對，每個人的保養習慣，或者是說他可能有碰到一些溫泉啊或者什麼這種急速會讓他急速氧化的東西，不要帶這個去泡溫泉。好，人家是給 Annie 講很有趣的這個虎帽精工，其實不只是這樣，對不對？其實因為無界現在算是第2代來好好的努力。這一個部分，所以其實有動到改相反，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活動？有，其實除了虎帽精工之外，Andy 還有一家動貼嘅品牌，按到台灣水 set。哦，台灣水 set，大家台灣水 set 啊，剛才現在係 Andy 的彩體嘅網上觀眾，佢有20幾台這種傳統嘅腳踩真車來挑戰，Andy 也去到當打手，Andy 到搞中國，每年月台200元買不 Andy。Andy 賣到以後啊 ，Andy 兩有20幾台真車 ，Andy 就請在地的媽媽那種真車生產布包。為什麼有這麼多台啊？你說多少台？你剛說家政教室是哦，就是過去可能在爸爸那一輩，那家政教室裡面用的腳踩真車，但是因為校舍改建，你覺得用不到要丟。該對我來講，你係古董哎，我很珍惜耶。你想想看，跳擺在煙台，你用腳踩，對不對？然後它的造型是現在已經很難看得到的，沒錯，對不對？沒錯，對，所以你們一台200塊，200 kg 就賣下來。從下落已經開玩笑講，現在這個好的狀態啊，到網拍上那一台可以賣1萬多塊。請你好好珍惜，所以這投資報酬率還不錯，好高，對啊，因為跳擺從外國下面還有一台，跳擺買個腐爛推買，媽媽弄來補一下，拿來，以前的媽媽很厲害哈，怎麼破掉就直接拿來就補好了，現在好像不太會，就直接這樣子，對，所以現在有那樣的一個有這樣的真車，而且我們就發現說，其實2行業都冇一種按用
传统的工具来走，所以就是抢这些老妈妈当老师，然后今天客人也可以大概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这边，我们就有老妈妈教你怎么样用针车去挑布料、穿线，最后做一个专属自己的包包。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体验课程，走在笨台嘎参与进来，你了解一个在地的文化。对，好，而且是不是慢慢就像是一个艺文园区该干嘛？没错，好，这也是你希望做在打造改一张软体。其实咧係已經有咧，啲嗰種嘅台灣火車條嘅進修班，進修班，然後該家地方原本係舊嘅鐵路局嘅舊宿舍，然後大概閒置了20-30年，該就透過協會這樣的一個資源落去做改造，然後現在啲兩個園區地北除了有虎茂精工、龍安泰正工嘅台灣水色之外，還有餐飲，然後也有數位品牌都喺地北，是放養大家有環，走在老兩地方去感受在地嘅特別這樣。東東因為講財體文化，美語東東因講社區營造，黑魔師你講我們要在地化，可是東東因他沒有真的做到在地化，因為什麼是在地化？你一定要跟在地的文化真的是實際的去做連接。唔係講代表你買東西有產品，你是講你係愛到財體文化不一定哦，所以剛才來談吳姐，你家介哥嘛，介哥講就是改良是獨性做內慢糾正條改家政教室留下來改傳統改技術，傳統改東西，我們再重新去做發展，就是跟在地的以前的歷史有一個很深的連接。而且兩個人渠道 N 六兩協會非常貼切的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傳承的。過去 N 六協會走了很多這樣的一個資源調查啦、文化故事的收集啦，那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這樣的一個資料，它是我們的一個資料庫。對。但是這些資料庫，它就永遠只能放在那邊被人家看嗎？我覺得不是，而是可以透過年輕人的創意跟想法，去把它變成是不一樣的東西。對，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怡君會喜歡那裡，對不對？因為你以前可能也不曉得有這麼多的故事。是的，真的是到那邊之後，慢慢的由介哥這樣口耳相傳，然後慢慢的了解到，不管是協會的文化，然後還有我們內灣啊、九站頭整個地方的文化，就覺得非常的值得好好的去發揚跟去保存這樣子的文化。大家有發現怡君講話很令人感動，他說我們，對，他說我們九站頭，就代表他其實很認同那個地方，他很同化。對，我被同化了，我現在是假台北人。我覺得，因為他剛剛講到我們的東西，我們的什麼，就代表他其實對那個地方是真的認同，而不是他只是到那裡找一個地方工作，所以他會覺得我是真的喜歡我們，我們這裡有很多什麼，你要來我們這裡看。對，所以我想，怡君就是一個年輕人，充信民心，信州內灣九站頭兩家地方。當然，我們是希望講，原本是地個客家鄉親，地個會動正軌，很好都地兩家地方感應可以重新去挖掘，對不對？就像怡君一樣，而且怡君你是一個台北人，不過你哋下感覺躺喺度講客家話，好像也慢慢可以進入那種氛圍。對對，因為半聽半猜這樣子。因為我跟吳姐用講嘅世界，怡君就對，很認真，動言就想，對，點頭如搗蒜，對，吵，就安用改感覺。我想這也是一點一滴的重新的吸收跟安用改感覺，對不對？哈，西建狗的動家，我覺得九站頭它因為動改故事都會少改，對，好，希望講以後也可以來跟我們講更多九站頭改故事。不過現在很多的資訊，短短的20秒，我們可以去哪裡取得？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們現在九站頭在做的事情，那放羊台家上網搜尋 N6藝文園區，叫好客好品希望工廠。好客好品希望工廠，鄉親朋友送糧是做得清得到，安樣解訊息，哇，鄉親朋友根本嘅吼，談後生人講性情都冇強，講個希望動態吼，對兩位非常感謝吳姐、吳介吼，也非常謝謝怡君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九站頭安站了解東西。好，鄉親朋友哋希望大家有閒，家家去改變行行聊聊，3年下來你哋做認同了。